炎炎夏日啊，如果大家將架車放喺戶外，轉頭翻嚟啦，一打開到車門，哇！嗰陣熱氣攻出嚟都唔係少嘢㗎嚇。千祈唔好睇少啦，一個暴曬之下個車廂高溫啊，其實咧相當之大影響嘅。害處咧有好幾方面啦。第一，我哋車廂裏邊咧，其實多多少少咧都會有啲塑料啊，或者生產過程裏邊有啲膠水啊，呢啲咁樣嘅化學物質喺高溫嘅情況之下咧，佢會釋放出一啲 VOC 啊，即係揮發性嘅有機性嘅氣體啦。啊，對於我哋嘅神經系統啊、五臟六腑啦，其實咧都係相當之唔好嘅。另一方面咧就係呢啲咁嘅高溫啊，其實對於我哋個車廂裏邊嘅一啲裝飾啊、電子零件啊，甚至乎個棚頂嘅膠水黏合劑咧，都會加速佢老化喎。如果你經常都係咁樣暴曬住部車嘅話咧，咁一段時間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啲零件特別容易壞啊，個棚都會冧落嚟啊咁樣啊。第三啊，對於個人啊，嗱，就算你話我個 VOC 啊處理得好好啦，已經人喺一個咁高溫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嗰個精神狀態咧唔係咁好，揸車好難集中，咁嗰個安全係數都會下降。另一方面，我哋從呢個節能環保嘅角度去睇啊，一個咁熱嘅車廂，如果你用個冷氣去將嗰啲熱去帶走嘅話咧，其實需要額外付出嘅能源咧都係相當多嘅。咁即係話咧，油車係嘥油啦，電車係嘥電。咁可想而知咧，高溫嘅車廂咧，的確係盡量我哋應該避免嘅。嗱，如果我哋的確係面對一個曬熱咗嘅車廂，我哋可以點樣做咧？係咪一上車即刻開行個冷氣，閂晒個窗，等個冷氣系統去做晒所有嘅冷卻工作咧？咁大家都知道呢個當然唔係一個好嘅辦法嚟嘅。有冇啲係比較好啲嘅方法咧？係有嘅。最簡單方法我哋就知道熱空氣咧就會向上流噶嘛嚇。如果你有天窗嘅話咧，最佳嘅方法就係打開天窗啦，跟住打開你其他嘅車窗，令到空氣有一個自然對流啊，熱嘅空氣往上升，咁啊將外邊相對低溫嘅空氣咧，其實都唔低溫，即係你 ambient temperature 可能30幾度，但係你嘅車廂咧已經係曬到60幾度啊嘛，咁都會有一個循環嘅。咁有啲人咧就唔打開個天窗啦，或者係冇天窗可以打開，有冇嘢可以做咧？嗱，淨係靠打開側邊嘅車窗咧，其實個效果真係唔高嘅，好過冇啫叫做。有冇啲好啲嘅方法咧？網絡上都流傳嘅呢個方法都流通嘅，就係你將其他車窗打開，但係自己司機門嗰個車窗咧就唔好開喎啊！咁然之後咧就將嗰道門咧推開拉翻埋嚟，推開拉翻埋嚟，咁就好似個鼓風機咁樣啊，拉推咁令到外邊嘅空氣咧就俾你扯入嚟推出去。就呢個方法咧，我哋都做咗個相關嘅實驗，發覺效果都唔錯嘅話。咁仲有冇其他方法咧？大家可能聽過啦，喺80年代末期咧，有一位美籍嘅華裔嘅物理學家，咁佢咧就諗到個好方法啦，就係將啲酒精啦同埋水將佢溝埋佢，然之後咧就噴落個車廂入邊，係好快咁降溫。咁呢一個方法咧，佢就攞咗專利啦，咁做咗個產品攞出嚟賣添啦。咁其後專利滿咗啦，而家人人都可以做，流行嗰段時間嘅，但係而家又好似唔係咁流行，因為第一個人覺得我為咗加快冷卻，咁要嘥啲錢去買。個情況你真係好似去日本買一罐嗰啲富士山空氣落嚟聞一聞咁樣，即係初頭係一個噱頭嘅，後嚟大家就覺得就好似唔係好划算咁。我自己個人咧就用一個差唔多方法，我好喜歡，我就喺車裏邊咧就常俾一個擠啊，因為嗰位物理學家用嘅方法就係酒精加水咧，係令到啲水係快啲揮發啊。咁但係我就唔中意嗰種酒精味，咁我就用一個噴壺啊，係將啲水咧係霧化噴出嚟。咁由於水變做蒸氣係需要吸收好多熱能嘅。咁呢一個過程裏邊咧，係可以好快咁將車廂裏嘅溫度降低嘅。咁我自己覺得就幾好用。初步降溫之後，大家就可以開車啦。開車梗係跟手開冷氣啦。咁原來喺一個高溫嘅車廂咧，我哋開冷氣咧都有啲巧妙喎。如果你係習慣就即刻閂晒窗，然之後用咗內循環開行嘅冷氣咧，你會發覺其實唔單止係耗能咧，嗰個效率其實都唔係最好嘅啊。因為你嗰陣時個車廂個空氣咧，就算你做咗個初步降溫咧，閒閒地都有40-50度啊嘛。而外邊空氣嘅溫度咧，可能都係得30零度。咁所以如果你打開個外循環，用出邊嘅空氣嚟到做降溫，效率係會高啲嘅。當然大家就會覺得，喂，咁我究竟係開到幾時咧？先至係為之將佢轉翻去內循環咧？其實就好簡單啫。你撳去內循環嗰度，你摸下究竟係內循環凍啲啊，定係外循環凍啲？如果你發覺你係內循環
仲係熱過內循環嘅話，咁你就 keep 住內循環啦。如果你撳咗內循環，你發覺咦涼過頭先喎，咁你就可以轉翻做內循環啦。咁另外就係個冷氣出風口嘅調校咧，原來都有少少巧妙喎，就應該將嗰個風口咧盡量係往上推因為相對經過咗冷卻嘅空氣咧，佢往上推咧就會沉降咧，成個循環就可以徹底啲嘅，可以幫你咧係快啲咁樣將嗰個冷空氣咧係帶勻晒成個車廂。咁我哋講咗咁多解決方法咧，大家都係明白嘅咧，其實就係預防嘅，永遠都係勝於治療嘅。有啲乜嘢方法令到我架車冇咁熱咧？呢個先至係最正道嘅方法嚟嘅。當然有得揀嘅話，就梗係揀有蓋位泊啦。如果唔係一定揾到有蓋位點算咧？其實太陽擋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㗎。有啲人咧就加咗雨擋加咗雨擋咧，你可以輕輕將個車窗降低少少。成者咧咁樣做咧，我覺得就睇你喜歡啦。因為如果你泊喺外邊咧，大塵嘅話，你打開少少咧，其實就可能令到你車廂裏邊嗰個塵埃多啲。有啲人又唔係好想嘅。至於最徹底、最根本嘅方法，就係令到個車曬都唔會咁熱咧，就係利用隔熱膜啦。隔熱膜嘅工作原理係點嘅咧？大家都知道咧，令到我哋嘅車廂咁熱咧，就係來自太陽光啊嘛。而太陽光咧，其實佢係一個好闊嘅光譜嚟嘅。我哋睇到嘢嘅嗰段咧，就叫可見光一啲波長比可見光長啲嘅嗰橛咧，我哋咧就叫做紅外線。紅外線咧其實係 carry 最多熱量超過50幾個%熱量咧，其實都喺紅外線嗰度走出嚟。咁另外一橛咧，個波長係比可見光短嗰啲，我哋就叫做紫外線啦。紫外線咧，大家咧就唔好掉以輕心。雖然紫外線就唔會令到你嘅車廂係好熱啦，但係紫外線咧好有害嘅，佢會對皮膚唔好啦，引致皮膚癌啦，仲會對車廂裏邊嗰啲咁樣嘅 polymer 嗰啲皮膠呢啲咁樣嘅表面咧，都會造成傷害嘅。咁隔熱膜係如何去隔咗啲我哋唔想要嘅嘢咧？隔熱膜喺一段長時間嘅發展咧，其實咧就經過咗好多唔同嘅世代嘅。但係對於 UV 嚟講咧，對於紫外線嚟講咧，係一路以嚟咧都處理得好好嘅。因為隔熱膜萬變不離其宗咧，佢都係一陣 polymer 嚟嘅。而 UV 咧係冇辦法穿透呢啲咁樣嘅聚合物嘅。咁所以喺一段好長嘅時間咧，我哋已經咧係可以處理咗紫外線嘅，即係99% 嘅紫外線咧都已經係俾隔熱膜係處理咗，無論係邊一代嘅隔熱膜。但係紅外線嘅處理咧就不斷咁樣有演進。早期去處理紅外線嘅方法咧，就係喺嗰個隔熱膜裏邊中間有一層好薄嘅金屬薄膜，咁咧就利用金屬薄膜反射咗呢啲紅外線出去咧，又做到呢個隔熱嘅效果啊。咁但係呢一種咁樣嘅金屬薄膜咧，佢會有一啲問題嘅，就係佢連一啲無線電波微波全部都隔晒嘅。咁所以咧用咗呢種有金屬嘅薄膜咧，就會令到你個電子通訊產品咧係會受到影響啦。甚至乎咧喺夜晚黑嘅時候咧，喺啲暗嘅情況之下咧，你覺得佢嘅反光好厲害喎。即係我用過呢啲咁嘅前期嘅產品就係你一入夜嘅話咧，你見到個兩邊嘅側窗咧都見到自己個嗰個樣但係睇唔到條街。咁所以咧用起上嚟就唔係咁方便。新嘅隔熱膜技術咧就係採用納米技術，係用成200層嘅薄膜，選擇性地將一啲好多熱量嘅紅外線咧，我哋就將佢反射咗出去，而令到一啲咧可見光咧可以正常咁樣透過。咁呢啲方法咧就相對於舊嘅方法，即係話用金屬薄膜或者係用深色嘅染料所做嘅阻隔咧，就係更加有效咁隔熱，同埋咧亦都可以俾光透過啦。咁就可以符合到香港嘅法例。咁香港法例係咩咧？就係你 B 柱前面嗰啲車窗咧係一定要透光率係超過70%，而 B 柱後邊嗰啲咧就透光率係超過44%。深色嘅隔熱膜咧，由於佢隔咗可見光嗰一部分嘅熱能，所以係一定嘅效果嘅。但係佢對於隔紅外線又如何咧？我哋不如做個實驗睇下。一講到透光率咧，就好多時候咧，有啲朋友都認為我越暗咧就越好噶啦，越暗咧我就先至可以做到隔熱嘅。你只要你係透光率高嘅話咧，你個隔熱力嘅有限啊。其實呢個係一個誤會嚟嘅。透光率咧，我哋好視乎佢能夠阻擋到幾多紅外線。譬如我呢度有個機啊，我哋可以試到咧，一塊透光率相對比較高嘅，同一個透光率相對比較低咧，我哋發覺原來佢嗰個
紅外線嗰個隔絕率咧係冇關係嘅喎。透光率低呢一塊咧，佢對於紅外線嗰個阻隔率咧反而係比唔上呢一塊，特別係為咗對付紅外線而做嘅透光率相對比較高，但係個紅外線個阻隔率咧係竟然係非常之高嘅。嗱，頭先我嘅實驗咧就可見唔係一定要將嗰個隔熱膜咧做到好深色先可以隔到熱嘅。咁再加上我哋香港咧本身就有法例規定嗰個透光率係幾多，所以係冇必要咧係為咗追求更加好嘅隔熱咧而用啲違規嘅深色嘅隔熱膜嘅。仲有一樣嘢就係呢一種利用深色顏料嚟做到嘅所謂嘅隔熱嘅效果咧，其實唔係好理想嘅，因為第一實驗證明咗咧隔紅外線咧就同個顏色嘅關係唔大嘅。第二就係用咗咁深色嘅染料咧，長期暴曬之下，啲染料變質咧，就反而會令到佢嗰個性能改變啊，甚至係會有鼓泡啊、撲起啊咁樣嘅現象。相對於一啲光學嘅多層嘅用納米技術做出嚟嘅隔熱膜咧，佢個無論係隔熱性能啦，無論係透光度啦，無論係穩定性啊、耐用度咧，其實都係冇得比嘅。嗱，講到貼隔熱膜咧，好多人第一時間就會諗起 3M 呢個大牌子啦。嗱，佢哋嘅 Crystalline Black 系列咧，正正就係用咗頭先我所講嘅獨特多層光學薄膜，再加上專利納米技術。第二，嗱，坊間裏邊好多都話佢嘅產品咧就會隔到紅外線啊、隔到紫外線啊咁樣嚇，但係佢好少會同你講佢嘅隔熱膜嗰個隔熱率啊 TSER Total Solar Energy Rejection 究竟係有幾多嘅？而 3M 咧就會提供埋美國認證啊實驗室裏邊嗰個隔熱率數據，令到消費者咧就可以直接咁比較唔同系列佢嗰個隔熱能力啊。相對於市面上同樣係全高清、同樣係冇阻隔通訊信號嘅產品，3M 嘅隔熱率咧係數一數二咁出色嘅。至於市面上嘅價錢，視乎車款同施工商，全車唔連天窗貼正貨 3M 隔熱膜個 range 大概係由4000幾至到6000幾，有大牌子嘅保證，價錢都公道合理啊！到底貼咗隔熱膜之後個實際效果係點樣咧？我哋做咗個測試，大家可以睇睇效果啊！我哋準備咗兩部 Zeekr 7X， 其中灰色呢部全車連天窗都貼咗 3M Crystalline Black 隔熱膜，而另一部咧就係原裝玻璃。開始測試之前，兩部車都開咗冷氣，車廂溫度大概係25度。之後我哋就同一時間熄車熄冷氣，喺正午時間放喺戶外暴曬啦。隨住時間慢慢過去，可以見到貼咗隔熱膜嘅車廂溫度上升得比較慢，而冇貼隔熱膜嘅咧，裡面啲雪條都溶得快啲。由於溫度越嚟越高，去到第34分鐘，冇貼隔熱膜嘅 7X 裡面部相機都頂唔住 overheat 熄咗啦。而另一邊廂相機仲可以捱多一陣添。之後我哋換咗相機，繼續1個鐘頭之後，冇貼隔熱膜嘅車廂溫度係49.5度，而貼咗 3M 隔熱膜嘅車廂就低咗4度。再測量埋會接觸到皮膚嘅軚盤同埋攝位，見到貼咗隔熱膜嘅大概會低5-6度。俾多少少資料大家，今次測試嘅 7X 擋風玻璃同埋前面兩側車窗都係貼咗透光率最高嘅 Crystalline Black 80系列嘅，一定符合運輸署規格。但係有部分車型原本玻璃本身透光率再高啲、清啲，甚至可以選擇貼稍為深色嘅 Crystalline Black 70系列，可以再阻隔多少少可見光，降溫效果係會明顯啲嘅。除咗用車廂實測隔熱膜嘅效能，龍 Sir 亦都身體力行喺一部裝咗太陽燈嘅儀器入邊，用肉身感受一下 3M Crystalline Black 隔熱膜嘅表現喎。好明顯啊，即係去到15嗰啲咧，完全你就係見到光，但係見唔到膜，感受唔到熱。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非常適合做天窗。其實市面上好多商戶都會幫客人貼 3M 隔熱膜嘅，但係點先知自己貼嘅正貨呢？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去 3M 嘅網站揾授權施工商，佢哋嘅產品手工都會有保證，裝完亦都會提供翻5年嘅 warranty， 咁就唔怕貼錯假貨啦。睇完個實測，大家都知道咧，隔熱膜係有一定嘅效果噶啦。嗱，而家市面上仲有一種產品咧，就叫冰甲。咁究竟冰甲同隔熱膜有咩唔同咧？冰甲咧係一種叫做 TPU 嘅物料造成嘅，佢嘅功能咧主要係要嚟保護塊玻璃。咁佢咧就係要嚟貼喺玻璃嘅外邊嘅。咁通常咧就會貼喺個天幕嗰度啦。咁我哋就唔會將佢貼喺個擋風玻璃嗰度。嗱，咁留意冰甲咧係貼喺玻璃嘅外邊，而隔熱膜咧係貼喺玻璃嘅裏邊。而冰甲咧係有一定嘅隔熱功能嘅，但係佢嘅隔熱功能咧係比唔上隔熱膜嘅。所以如果你真係要為咗要隔熱而貼咧，就應該係貼隔熱膜。或者我個玻璃頂我又需要隔熱，我又需要咧做一個保護嘅話咧，你就可以兩樣都可以貼。以天幕嚟計啦，冰甲同隔熱膜兩者一齊貼咧係冇衝突嘅。但係提大家啦，如果你嘅目的
純粹係為咗想隔熱嘅啫，咁咧就應該係先考慮隔熱膜啦。希望大家覺得以上嘅資訊有用啊，咁亦都可以揾到個方法咧，點樣可以令到涼浸浸好舒服咁樣度過呢個炎炎夏日。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嘅話咧，不妨多啲 comment、like、share 啊！如果你仲未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就要快快咁樣 subscribe 啊！仲要多啲 like 同埋 follow 我哋嘅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啊！仲有咧，我哋個會員計劃係好歡迎大家參加，一齊玩㗎〜